着，咱要去向外去找，本来咱自己本来有的项，哦，迄个项就是咱拄个讲，就是喜悦加迄个单性，所以咱人就是啥呢？咱人就是上帝化身，咱就是安详化身，咱就是喜悦化身，但是人甲伊无关。往往若失去了，才感觉讲变心。咱若失去了，才感觉讲我心。好，咱若真正若是有些时阵，你感觉讲这个有的一种的这个宝贵，你但有一天失去了，恍然回首，感觉讲哎，当时我。所以咱就是这老法法，所以讲少年就是这老法法，家己本来有的物件，但是咱倒数去找迄个物件，所以咱的心我就在当中呢，去
讲吼，